舊約創世記第28章，以撒叫了雅各來，給他祝福，並囑咐他說：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，你起身往巴旦亞蘭去，到你外祖比土利家裏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兒中娶一女為妻。願全能的神賜福給你，使你生養眾多，成為多族，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為業，就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地。以撒打發雅各走了，他就往巴旦亞蘭去，到亞蘭人比土利的兒子拉班那裏。拉班是雅各、以掃的母舅。以掃見以撒已經給雅各祝福，而且打發他往巴旦亞蘭去，在那裏娶妻，並見祝福的時候囑咐他說：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。又見雅各聽從父母的話，往巴旦亞蘭去了。以掃就曉得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，便往以實瑪利那裏去，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。她是亞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，利拜約的妹子。雅各出了別是巴，向哈蘭走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因為太陽落了，就在那裏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，枕在頭下，在那裏躺臥睡了。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頭頂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。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：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，必向東西南北開展，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。我也與你同在，你無論往哪裏去，我必保佑你，令你歸回這地，總不離棄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說：耶和華真的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，最懼怕，說：這地方何等可畏！這不是別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門。雅各清早起來，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，澆油在上面，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是神殿的意思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許願說：神若與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給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親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。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，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賜給我的，我必將1/10獻給你。